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托尼基叙利亚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多人，当地真寒，阁无水无电，搜救队抢时间的救人。疾管署公布新增加10例流感重症，嘛增加一个90多岁阿嬷重症死亡，是今年流感第5个死亡案例。高雄寿山动物园一只长鼻的小熊受到其他小熊攻击死亡，动物园表示应该是公的小熊在拼王。来关心托尼基叙利亚大地震经过2暝，目前是搁在抢救，最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无有7800多人死亡，38000多人受伤。因为当地真寒，暗时只有0度左右，救援人员搁继续抢时间救人。目前救出来的人数是比袂上死伤通报的速度。也毋过世界各国有真侪搜救队拢加入抢救，大家拢无放弃希望。被快队员用手网，因发现10个囡仔落下面拢是土山，胸坎以下待伫搜救队内底，好佳在无受到严重伤害。البابا هون لا تخافي يا جميل عمو نور طلع علي لهون يا عمو نور بابا هون نور حكي البابا حكي ايوه ما شاء الله ما شاء الله 将我抱出来，大家拢真欢喜。伫西北部地中海沿海都市加波来俄罗斯搜救队员成功将这受困的人为搜救队当中赶出来，现场响起炮声。西北部阿勒颇省赞达里斯有人组队15台车，用40分钟驶180公里到灾区救人，因为家己亲人也伫内底。اختي رجل اختي اولاد ابن عمود يعني ما في الوضع سيء طاول عنا 伫土耳其一个搜救队搜救人员将困甲真实的查甫囡仔救出来。南部都市马拉蒂亚这板桥建筑业传出好消息，搜救人员将手刷开石头，先患者手伸出空胖，大家将救出来。另外，这灾区克拉克汉镇一个66岁妇人人也成功救出来。Vor 2,5 Jahren angefangen zu kooperieren. Das ist der erste Einsatz, die erste Schadensstelle. 这生还者伫黄金72点钟内救出来，实在真幸运。灾区医院有真侪失联者的亲人真着急，每分每秒拢承受真大的痛苦。强烈地震造成叙利亚甲土耳其数千栋的建筑物倒去，死亡通报比救出来生还者还佫较紧。不过，加温阻碍救援，有所在甚至积水。这时阵上需要就是好消息，国际社会已经伸出援手，来见证乌克兰也派出87名救援人员来协助。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托尼基大地震灾情是非常的严重，当地又搁真冷哦，搁无水无电。头一批到托尼基的台湾搜救队，目前是搁还无法度进入灾区。托尼基有一个民间组织叫台湾中心预告，当地物资勉强会当冻1-2礼拜。后续敢有法度搁分配到物资咧？这个台湾中心的负责人是表示讲，资源的分配一向拢是政治的问题，所以真歹按算。强烈地震了后，海水倒灌加上光线破去，东灾区哈塔伊省的道路一片水茫茫。暗时起，外叙利亚土耳其台湾中心，才收留数百个妇人人甲囡仔，因为灾区断水断电无烧开的状态。台湾中心提供柴油发电机，予灾民充电。有个物资勉强用维持2礼拜，不过后续物资是不是用顺利补充，连志刚家己也不知影。当这些物资进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最后能够到雷遗憾的是，到台湾中心的时候还剩多少。因为在这种灾后的地方，在灾区，尤其是叙利亚难民这么多的地方，资源分配永远是政治问题。邱政府表示，雷伊汉洛市目前是无政府状态，灾后开出现抢劫暴动这情形，加上台湾人迄时阵关乌克兰物资薄量，产生真大运费2亿外，引起争议。所以这一摆，甲台湾政府会伫当地设台湾仓库，有效分类物资，精准帮助灾民。不过，第一批出发的搜救队，甲中岛飞机有关在路途当中。我们第一梯次的搜救队员呢，原本预计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灾区来展开救援的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半路。那时间已经经过了7个小时，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场它环境有多么的恶劣。另外，搜救队要在灾区停留偌久，因为抢回应，只要灾区有需要，人力会负担。台湾搜救队会在当地继续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叙利亚发生规模7.8浅层地震，嘛已经造成超过7000个人死亡，是8冬来上严重的地震。嘛，互未少台湾民众想到9日的大地震。咱国地震中心主任陈国昌就表示讲，土耳其这届的地震能量是9日的大地震的2倍外，史上会这么严重哦，嘛甲当地厝内政的结构真歹有关系。学者陈文山嘛指出讲，咱台湾嘛是有可能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所以一寡旧厝应该赶紧定期加强防灾。这个规模7.8地震严重损断土耳其甲叙利亚，有超过7000人因为安尼死亡。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土耳其地震的能量是9日1大地震的2倍外。伊讲台湾要是有可能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以台湾来看，我们应该这样讲哈，规模发生7以上的几率哈，不是没有了哈，但是应该这么说，如果以台湾的断层来看，规模发生不用到7.8，它只要规模超过7，好7.0、7.1，它就会造成蛮大的灾损。专家认为讲，这届土耳其大地震伤亡会这么严重，有3个主要的原因，包括当地厝内政结构歹，一直有余震，加上主震发生的时间是伫透早4点外，真侪人拢伫厝里休困。观察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的地区，真侪专家估计，因的断层差不多有甲200公里长。不过台湾国内断层上长敢若100公里。所以，伫个陆地若发生规模7.8地震，机会是无大。不过，万不利地震发生伫个人口密集的西部地区，后果恐惊是不堪设想。专家嘛提出防灾的办法。你要减少地震的灾害，就是把房子盖好。那你把比较老旧、不耐震的房子，以前盖的房子，你要赶快重建。这样的话，才一定会大幅的降低整个地震的时候造成的灾害。学者呼吁。袂当你地震安尼摇的旧建筑，应该赶紧重建，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间无法度预测，都要提升厝的内政结构，才当避免地震致使厝崩塌，影响咱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有较缓和，也毋过流感的疫情煞开始在拖。疾管署公布新增加10例流感重症，嘛增加1个流感死亡案例，是一个90多岁阿嬷，伊嘛是今年流感季节第5个重症死亡的案例，所以呼吁民众都爱特别细腻。另外，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有公共卫生专家是表示讲，目前咱国内自然感染甲疫苗保护，群体免疫保护力大约已经有5%了，呼吁民众透过自主防疫来达到降级解封。新冠疫情继续缓和，初7摆只增加2万多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病例数降低。有工会专家表示，台湾目前受自然感染甲疫苗保护，群体免疫保护力差不多是55%。嘛用澳洲甲韩国经验来看，就算防疫全面放零，中重症也未增加伤紧。建议台湾应利用精准自主防疫，达到降级解封。接触脆弱族群的人，可能能打双价疫苗，那么就可以一起达到群体免疫70%。这时候呢，当然就可以做降级解封。新冠疫情降温，流感疫情煞开始增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文基诊类流感就诊人次达到4.7万外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2倍。其中流感重症增加10例，年岁上细是8岁10甫囡仔，也伫家护病房救治。另外增加1名死亡个案是90多岁女性，是这一摆流感以来第5位流感重症死亡个案。后续住院当中裁检出来是 A 型流感，不过仍然因为它本身一些慢性病，还有脑中风、肾衰竭、呼吸衰竭等等，在2月2号过世。另外，中山大学附设病医甲高雄精总团队合作，上新的研究发现，感染新冠会增加得到自体免疫疾病风险，是无感染者的3倍。疫情指挥中心回应表示，少部分的人可能感染了后激发免疫反应，产生细胞激素风暴，不过也需要更较侪实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颁予美台商业协会应有主席吴佛为之大受精神勋章，感谢对台美经贸的贡献。蔡英文嘛希望未来会当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另外，经过一冬的讨论，将台湾甲加拿大同意正式来启动投资促进和保障协议的非拍谈判。恭请总统授勋。颁授台美商业协会营业主席吴佛为之大受精神勋章。总统蔡英文感谢美台商会对台经贸的贡献，除了呼吁即马咧进行谈判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应赶紧达成共识，也希望应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过去这几年来，国际形势出现巨大的改变，台湾靠着全民团结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也积极地贡献我们的力量，维持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制。我要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台美以及区域繁荣的基础。蔡英文也表示，台湾增加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继续守护区域和平。吴佛为之也认为，台湾的经济能力是保持民主的关键。台湾甲美国即马虽然是非官方关系，不过真密切，互动也真好。At the end of the day, Taiwan's strength and survival depend on a prosperous economy and not just the resilient people. You have both now, and we are here to try to help you continue that. 另外，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忠甲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吴凤仪拜日举行视讯会谈。主要讨论大家双边经贸关系、多边甲区域经贸这议题。同时，经过一年的探索性讨论了后，两人在会中同意，台湾甲加拿大正式启动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非拍的谈判。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年8月份去中国访问，今仔又搁带团出发去中国。这届会甲新任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见面，嘛传出讲伊即抓有政治任务。也毋过夏立言是强调讲，无啥物政治目的，希望讲甲中国方面针对民生的问题来沟通，帮台湾人民来解决问题。办理登记托运行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初8搁一届带团访问中国10天。会拜会新任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嘛传出伊即届去是有政治目的。夏立言强调讲，即届去是希望为民生的部分做第一步的沟通，替台湾人民解决问题。我这一次去，我没有任何政治的目的啊，我们去就是关怀民生，去这个对话，去沟通，如此而已。这次下列的访中行，国民党的资讯揭露是挤牙膏，说法是一天一变。一天一片，国民党就是诈骗党，甚至他们不敢说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跟国共接触。针对民进党批评夏立言2届出访，拢伫敏感的时间点，另一届是中国涉台湾军演，这届是美中因为政策气球，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夏立言回应讲，去年8月中国对台军演，大家拢讲时间点无适合，不过结果证明是好的。对某一寡人来讲，永远都无好的时间点。蔡总统在2号的时候，他跟台商见面，他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增加双方很正面的一些互动、交往、对谈。邱泰山邱主委他也表示过，这个对话总比对抗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去年8月份了后，搁一届带团访问中国，而且会见新任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针对这届访问中国的行程，敢是会甲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伊讲并无这款的安排，国民党家己委会报备的，就是会甲新的国台办主任见面。基本的立场是以主人方便，会看对方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的仁爱之家护员工检举讲涉嫌诈领防疫奖励金，县政府调查嘛发现讲有4个人无实际做防疫照顾的工课，算领17万的奖励金。另外有7个人有家暴的情形，专案会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县府的社会甲劳动处人员来到仁爱之家调查，因为县府收到检举，讲这个机构涉嫌诈领防疫奖励金，唔是做防疫照顾工课的人，竟然冇领到钱。发放防疫津贴的时候，就是发现说，怎么很多人就是没有领到天数跟金额不符合，就是都少。嘿，那后来就发现说，为什么没有雇的人都领很多？南投仁爱之家主要拢是收容无依无倚、搁散食的艰苦人。
去年疫情扩散，卫福部经济司群进行特别条例，定出卫生福利机构会照顾护理人员甲社工人员会当领到防疫奖励金。经过调查，仁爱之家有38人申请奖励金，总共163万元。不过其中有4个人不是做防疫照顾工作，煞嘛甲人领走17万。初步调查的结果有4位没有实际从事这个防疫的照顾工作，但是有涉及到不当支领的金额达到新台币17万元。另外，还有7个人涉嫌家暴工作内容加领钱，官府当咧进行比对，理清案情了后，会函送予南投地检署侦办。那仁爱之家是表示等待调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虚拟货币最近正做是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有受害者甲立委是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来确定虚拟货币主管机关甲相关的法律见解哦，协助受害者会赶紧来讨回因财产的损失。将毕生的积蓄，甚至连同房产也被骗去做抵押，作为办案所需的保证金。受害者家属情绪真激动，指控和记检察官诈骗虚拟货币，损失金额超过1600万。行政院统计，在去年发生12万4000件诈骗案，诈骗金额超过700亿。而这么诈骗犯罪抓到的大部分拢是人头口座加基层的车手，诈骗集团内首脑又还无抓到。因那虚拟货币是新的金融工具，这几年煞变做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有受害者代表出面指控，诈骗集团设钓鱼网站，利用假交友诱骗受害者投资假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借钱投资啊，或者是帮朋友一起投资啊，获利比较高。那有这样的情况，你投入的金额就会越来越多。从源头遏制这个诈欺呢，更要断掉我们这个诈骗集团的金流。由于民众被诈骗虚拟货币，目前是也无列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保障对象。台湾也无确立虚拟货币法律定位，无主管机关。美国完成基金会讲，诈骗集团猜测跨国分工犯罪，监警要追查诈骗的金流，就要先立钱，再个立人，才法度找到诈骗的源头。受害者代表讲，透过建立完善的增加证人制度，严正洗钱加混币金流。协助警方向外国的交易所申请冻结。他会等着法院的扣押令提出来，那基本上法院会根据扣押裁定，把这些钱再归还给受害人。这个软体目前确实是国际执法单位普遍使用的，也是大家所能够认同的一个软体。那这个软体目前是建置在我们的科侦中心里面有一套。台湾目前有2件成功冻结跨国虚拟货币案件。国外交易所同去要海带，验过台湾的法院3驳回申请，要互被扣押的电子钱包返来国内。受害者代表认为，这代表台湾的司法对虚拟货币认识也阁无够，立委要求严格立管虚拟货币，洗清台湾是洗钱诈骗天堂的歹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天气影响，鸡卵的产量减少。有农民讲，因收到通知，讲产地介绍一斤会当起3块，也毋过后来又搁向通知讲是卖起。农民即期讲是农委会要求袂当起，农委会早嘛甲业者开会，对外表示讲目前暂时袂起价，一礼拜内会搁来开会讨论。元宵节过后，传统市场的杂货店外口的两箱拢空空，袂少人拢买无。目前国内鸡卵甲油丸拢无货咧，消费者讲，另卖一斤已经有58块咯，毋过就算是起价也是会买，因为逐工拢爱食。没办法，但是每天都要吃的。我想政府应该要好好努力吧，因为这是我们人民的必需品，这会影响到每天的生活。农委会指出，即马逐工鸡卵生产量是116000箱，比过年进前较少，毋过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加1万箱。所有鸡农指出，寒流后产量减少，原本农民已经收到消息，讲产地介绍要为每台斤40块半起到43块半。毋过了后，各经济指出，因为一寡因素介绍维持不变，认为是互农委会主动起价。是不是鸡农现在反弹很大啊？对啊，不好的后果因为造成单商困扰，因为单商没有单可以卖的话，就一直加价。
是毋是要起价？农委会邀请鸡农甲两商来讨论。会后，农委会强调完全尊重市场机制，由两家评议委员会来决定。我们一向还是尊重整体的产销双方跟市场的供需来做一个调节跟调度，所以未来还是会回到我们一个鸡蛋议价的一个督导委员会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蛋价的一个调整，因为有很多的因素，所以说还没有确定暂时冻涨我理事长林天来的作为，跟农委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台北市两商工会理事长林天来表示，全台两家拢是两商工会主导，农委会并无伸手主动，产销双方目前已经咧协调，两家暂时未起，一礼拜内会公布两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统计局大地震，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来进步统计，台北若发生规模大的地震，会到4000栋厝。市长嘛讲，伊会请各单位赶紧来推动都市更新、老厝登记。另外，台北市昨嘛宣布讲，家囡仔放伫准公共托育中心、有居家托育中心的囡仔，补助会对4000块增加到5000块，上紧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实施。先增加1000元，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预期大概有6000人受惠，然后可以一年节省掉1.2万。台北市长周万安伫初7市政会议定案，要增加准公共化托育补助，每个月补助增加1000块，第二家长每年通省10000。但是以选前的育儿政策记者会，以第一梯0到3岁为例，是话讲各种托育机构的补助要增加2000以上。周万安讲会豆豆实现政见。接下来一一来落实我们相关的政见。我们接下来不只是催生，还有助养，还有好处。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阶段性会来推动。土耳其的大地震死伤严重，真侪老仔厝崩起。气象局估计，这个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当年921的中倍。各界烦恼，若是台北市发生这款大地震，侪老厝敢记载一条。我们已经请各局处来规划，对台北市整体未来都更或是老屋危老的相关重建等等，我们都会尽速的来推动。周万安表示，根据内政部的估计，台北市若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会倒超过4000栋的建筑。各界拢在关注台湾建筑的耐震能力，台北市也会赶紧推动相关的规划。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正拍拼要互古典音乐台湾化的原声乐团，今年7月份要主办原声国际音乐大赛，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哦。头一届会以汉乐4重奏为主，邀请国际正出名的音乐家来做裁判。希望把台湾经典的音乐呢，古典或者经典能够普及化。那普及化经过过去5年的新年音乐会，普及化达到初步的一个结果。那更重要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国际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2017年成立的原声乐团，坚持只演奏台湾人写、以台湾所在的创作音乐。原声乐团强调讲，因拍拼要互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嘛相信讲愈在地愈国际，一步一脚印。原声乐团即马嘛甲脚步行向国际，要互国际嘛认捌咱台湾的音乐。来看2021年12月2日，高雄林先生一家伙4个人，和一个38岁黄子荣啉酒赛车，弄死妈妈甲一个查囝。一审法官是判黄子荣7冬10个月，检察官不服，搁再上诉。二审改判9冬10个月，专案是当搁上诉，也毋过林先生嘛是无法度接受。政府跟立委、民代们，他们都是帮凶。漠视这些酒驾累犯在大马路上公然的进行大屠杀。听了二审判决的结果，林先生无得接受，讲这个判决定义和酒后赛车的人伫马路乌白来伤害行人。我要面临我跟我女儿身心方面的治疗，还要面对这么长的司法诉讼。
我跟大家讲白的，我早就知道我们台湾司法很黑暗了。2021年12月26号，住伫高雄的林先生带太太甲查某囝行伫林兴道，互酒后赛车的嫌犯黄子阳弄着，太太当场死亡，林先生甲2个查某囝重伤。一审法官认定黄子阳有打洞啊，阻绝代志发生，无构成着杀人的故意，判伊7档10个月。检察官甲家属拢上诉，2审伫早时宣判，原判决撤销，黄子阳改判9档10个月。认定他受伤的程度已经达到重伤害的程度，那跟原审的认定不同，并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嫌。2审法官认为这个事件已经导致伤者重大不治，也是真歹医治的程度，嘛认为1审的判决伤过轻，加上黄子阳伫个犯罪了后，依然无赔偿到受害者，加重伊的刑期到9年10个月，但是罪名拢是酒后赛车致人死亡，毋是杀人罪，全人阁会当上诉。林先生讲，嘛会伫收到判决了后，甲律师讨论敢要上诉。记者王刘婷、苗昭权个人报道。国际新闻，再来看托尼基叙利亚的大地震灾情真严重，有学者是表示讲地震会这么强，这是因为托尼基的安纳托利亚班地长期以来，甲阿拉伯班地和欧亚班地相克，累积压力释放，造成这么严重的地震。也毋过专家嘛指出讲，是因为灾区的厝无法度抵挡这么大的地震，时常才会这么严重。抱查某囡仔行出土石堆的时阵，更较坚强的救援人员也忍不住跪伫土骹哭。时阵大地震，互几落千人面临生离死别、家园受损。即届发生伫土司边界的地震，是安怎这么严重哩？托尼基本身是伫全球主要的地震带，国土大部分是伫安纳托利亚板块，东南部是连接阿拉伯板块，北边是欧亚板块。Problem is, this plate is sandwiched between two others. It's pushed from the south by the Arabian plate, but blocked to the north by the Eurasian one. 阿拉伯板块当年向北刷1.1公分，小萨地区安纳托利亚板块的2大断层较会地震。真侪年来，透过一寡规模较大的地震，发生伫1000多公里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包括1939年夺走超过33000条人命、规模7.8的伊尔金坎大地震，也甲1999年超过17000人死亡，瓦近伊斯坦堡的伊兹密特大地震。不过，7个地震是伫个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发生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这条断层1970年代以来，敢若发生3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所以礼拜一发生7.8的地震，释放的能量比进前较济，国家震源深度浅，破坏力更较强。除了自然因素，史上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托尼基南部的建筑大部分是砖仔甲石头的结构，较无耐震。虽然1999年伊兹密特地震了后，透过政府引入新的建筑规范甲强制地震险，不过灾区倒起的建筑大部分是新法规施行前所起的。Possibly, if this earthquake had happened beneath a more developed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stricter building codes. Somewhere like Japan, for example, which is has a lot of large earthquakes, maybe the damage would have been a lot less widespread. 学者警告，未来几礼拜甚至几个月，也会出现强烈余震，恐惊的冲击救援加中建的工作。面对无情的天灾，透过人民的考验也未结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有一个打出事的阿姨啊，真幸运防救出来，也毋过伊的爸母拢不幸过往。有真侪人伫即个地震失去性命、失去亲人，活落的人日子嘛真歹过。目前当地天气是真冷，佮无水无电，嘛无医疗资源。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讲，恐惊会有2300万的灾民。这查甫人伫土石堆当中发现的查某婴仔赶紧救出上去。 البنت وصلت مع رجفان غالبا ولداني صار له ساعتين ثلاثة ولداني تحت الأنقاض. البنت من حسب البرود يعني ولداني 3 ساعات يعني تقريبا ولداني على الساعة 12 الظهر. 7 أشخاص من عائلة واحدة كاملة الأب والأم والأولاد كلهم توفوا ما عدا البنت اللي انولدت أثناء الحادث. 在强烈地震当中出事，虽然成功活落来，煞真足孤立。在外口世界，更较侪生离死别伫咧发生。这台货车载满遗体，这爸爸抱垫爸爸的囡仔，好亲像囡仔只是困去共款来甲安搭。这爸爸往那靠，往那亲手带囡仔，伫安乐坡阿扎子，这18个月大查某婴仔伊斯梅尔，待伫土石堆内底，拢无受伤被救出来。伊爸爸得救，毋过脚只偏骨头进去。
士、妈妈、行具拢不幸罹难。土耳其一个学校改设做临时庇护所，大部分的老大人拢未做伙，这老大人也搁咧皮喘，当地一暝了后气温正低。Soba ihtiyacımız giderilirse Allah'ın izniyle başka bir şeyimiz yok yani。在地震发生的时阵，因啥物拢无提到向外逃走，子孙即摆登去到已经正早路苍苍的厝要找油粉。一个面包店外口有人咧排练，毋过店家表示已经无面粉咯。在北京市又搁寒又搁枵，联合国表示，在区各地民生基础设施受损，可能搁包含医疗基础设施。根据现况，恐计有2300万人受灾，包含差不多500万个弱势族群。公视新闻文宁朋友。再来看中国的间谍气球飞去美国的领空，伫第5天轰拍落来。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这是正确的决定，未去影响到美中关系。中国这边是甲气象局长石头路有为这件事件负责的意思。We made it clear to China what we're going to do. They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We're not going to back off. W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there's not a bad question of weakening or strengthening. It's just the reality. 拜登总统为大卫营登去白宫回应媒体对揭露中国侦察气球的问题，表示未损害双边关系。气球顶个月28进入领空，军方敢若密切观察追踪，一直到测试出海才甲拍落来。共和党质疑拜登对中国上两者决策上慢，甚至暗算提出谴责案。拜登是讲，甲气球拍落来，这个决策毋捌改变。Once it came o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anada, I told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anted to shoot it down as soon as it was appropriate. They concluded we should not shoot it down over land. It was not a serious threat, and we should wait till it got across the water. 中方一再表示，互人拍落来气球毋是侦察，是民间气象用途，因为西风带影响才会失控。前气象局长曾国泰也出现伫国务院免一个名单，看来好亲像官员爱负责。毋过，伊伫1个月前已经调成甘肃省政协主席，变动应该甲气球无关系。美方也无接受气象气球的讲法，海军已经伫美东南卡州外海回收部分残骸，佮动用水下无人驾驶车协助打捞，送交 FBI 分析。白宫认为会当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了解中国的情报收集能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是讲，气球事件确实有阻碍已经正紧张的美中关系，不过双方也是会持续交流，听候时机较好，会搁再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上批的是讲，美国对中关系维持冷静的态度，未来双边关系走向由中国决定。拜登政府阁掌握到中国高空气球捌伫川普政府任内3遍进入美国领空。去年2月，拜登任内也发生一届，测试美军击落中国气球了后，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甲哥斯达黎加陆续表示有发现类似的气球飞入领空。中国车拉坦白承认气球拢是中国的，并为偏离航道回释的，表示气球拢是用伫气候科学研究。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微软伫初7小解因开发的一种开工机器人的应用，表示讲已经把这款的人工智慧的技术用伫找资料的平台并顶头咯。未来要找资料会当直接用讲的，唔免搁拍字。对 Google 甲中国的百度来讲是产生正大的威胁，所以这两间公司嘛表示讲，联名伊嘛提供同款的功能。It's a new day, in search. It's a new paradigm for search. 微软初7宣布，甲开工机器人 ChatGPT-4 上新 AI 的技术，结合因新版的Bing超找引擎，超找迄栏变做是会当开工的，会当用自然口语的方式来问问题，甲背景甲超找目的讲互清楚，就会当得到未需是助理分析整理过，搁较大把使用者需求的信息，而且毋若一条一条超找结果的连接。未来伫规划旅行，买物件比介绍，拢会当搁较利便。Everywhere we go, all computer interaction is going to be mediated with an agent helping you. In fact,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notion of a co-pilot that's going to be there across every application canvas inside of an operating system shell. 开工机器人上市几个月就称甲掠袂掉，挑战几10年来，网络用户上界熟悉，差不多是由 Google 规碗旁的金鸡母关键字超找功能。Google 去年已经发出红色的警戒，嘛快速反应，组成团队加速相关的研究，而且手伫微软初7发布会前一天，讲会推出因的开工机器人 Bard， 按照伫初8举行线顶发表会。毋但安尼，中国超找引擎大公司百度嘛表示，准备推出 AI 开工机器人 ErnieBot，
发布日期还未确定。彭哥嘛按算举办内部的 AI 峰会，这场人工智慧大战因是输人唔输阵。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来消息咯，过来看苏花街啉水崩汤，昨有2个查某人亲像是会紧尿，佮去拄着塞车，就落车伫车道边仔解决咯。也毋过这是违法的行为，是会红开罚单。公路总局嘛呼吁讲，民众若是塞车紧尿，是当来请求协助。苏花街崩坑内底塞车排甲长乐路，煞看到2个查某囡仔向路车到崩坑的边仔，一人摕外套斗相共遮咧。过四界看，互另外一个人爱放招，毋过安尼行为恐惊会食罚单。有关随地便秘的部分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7款的规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根据废弃物清理法，民众若凊彩放屎招，应罚1000至以上6000块以下。若伫崩坑内底凊彩停车，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应罚塞车人600块以上甚至以下。只能忍了呀，只能忍。对，会下去上厕所吗？那像你说在路边吗？对啊，应该是不会。在隧道里边，实在是不是那么方便。看到安尼行为，大部分的人拢无认同。毋过若拄着塞车，真是溜真紧，其实有更较好的办法。打我们南澳交通的这个服务电话，那我们南澳交通支展就会派这个事故处理小时去协助他。公路总局表示，崩坑内底有交通中心的电话，应互民众打电话请求协助，在民众到上近的便所解决。过去也捌提供真济摆协助，只是民众长时间塞伫车阵内底，若真是忍袂了，搁打电话求助，是毋是会被负呢？可能也是难解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往来西客一档大约收2万外吨，今年已经是第2档拄到中国禁止进口。今年的价销嘛崩盘，伫过年进前一斤鲜地阁有15块，过年后一斤剩10块到12块尔。嘛传出讲台东县政府收一斤12块，要卖去做肥料。也毋过台东县政府是表示讲，县政府目前是无收西客，会积极去外县市来行销加工的往来西客的产品。这么传讲，台东县政府要用正俗的计价，一斤12块收购往来西客摕来做肥料。不过县府讲，这么也无启动收购措施，也搁直咧做促销。台东县政府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作为哦。那我们包含这个月还有包含做了多场的跟外县市结合的行销活动哦，我们都积极的辅导协助农民来销售凤梨世家。往来西客产地收购计价已经自过年前一大斤15块，搬到这么剩10到12块。农民讲，若较细粒的，这么一斤只敢若剩6块。催买有农民甲一箱7公斤重的往来西客要送去北农拍卖，不过无法度估价拍卖计价。农民讲，计价已经无法度按算，赚偌济算偌济。迄根本莫讲农药钱啦，连工钱拢无啊啦。啊，你说10外块，收12块，啊，寄去巷口。超20块，啊20块等下嘛剩超10块。台东县政府讲，这么提往来西客的加工品去台北行销，这个月也会到其他县市杀往来西客，县府袂用俗价收购，袂互农民了。农民估计也有几多千动左右的往来西客卖出去，希望办团县的机关团体会当来买。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高客历史崩坑，逐档大约拢有150万的观光人潮。崩坑的两边有种150丛超过60档的山野树。也毋过最近却发现讲，有的树啊挖着细菌，有的红顶顶啊。乡公所甲相关的单位讨论会针对这有问题的树啊，赶紧来做处理。希望讲会当有经费，会当请专家定期来体检。高客历史隧道为了第3线边啊。每个假日总是去满游客，连平常日嘛未少民众前来散步。但根据民众反映，部分的山野树健康出问题，有的生困果，有的嘛被顶上顶啊，恐惊影响到游客安全。只拔的尽量甲拔出来，尽量甲人都摕出来。啊，观察一个月，如果若更较好，有较好，因为伊即马后边遐个发出来，伊会发白跟。只要无这人，就一百有要发出来，啊，这档才会好。啊，无这档吼，无处理，这档爱倒一下。你看台东好多那个干那个树干的嘛，都没有维护，有病虫害会产生那个枯掉的资很多啊。所以多少会担心啊？对啊。高客用公所表示，
预测随着每年轻150万公共林条，带动地方的商机，但随着两边种满大约150丛的山野树，当年欠缺经费维护，经济会同相关单位前来会勘，会针对比较较危急的老树来进行处理。那其中有一株呢，它的基部有这个真菌的附生，然后还有其他4棵芒果树，它的枝条有被强风吹袭，那这部分的话就要立即来处理。国庆公司表示，若摊商在树顶乱钉钉啊，会先派员来清除，卖针对情况较无好的老树每天来巡查，做必要紧急处理。但嘛希望林务局也是政府会当编的经费。委托专家来做定期的检查，也是维护，让游客有个舒适安全的佚佗空间。记者为你报道。乐岛为着要拍厝价征收囤房税哦，其中高雄特当的囤房税税收会当收3亿。市长陈其迈嘛宣布讲，特当的税收会用来补贴社会主体租金，头一届阁有头一届买厝的贷款利息，望讲会当来落实居住正义，照顾弱势甲少年人的需要。为要实践居住正义，包括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10个县市，拢根据各自需求，支付户数的多少来实施囤房税。其中高雄市当年的囤房税收有价当达到3亿。市长陈其迈特色出拍摄减少社体会租，增加租金补贴户数价，补贴头一摆贷款利息等3大力度，望会当照顾弱势甲幼儿家庭大的需求。我们现在已经有租金补贴政策，假如你是有小孩。那你的负担当然生活会比较重，那我们再把这个补贴再加码。高雄市的首购族，好，那搭配高雄银行主办首次的购物贷款，那我们会把利息降低。长久以来，台湾高房价问题排解，为了让少年人买起厝，即马新类股，但出使用权主体高雄。要互民众会当用较低价销向政府买至少20至30年的厝使用权来登记大，买的房价是附近建案的6至7折。因毋过民众无土地权证，只有电属建物的所有权甲使用权，无需要纳地价税，使用年限到，需要函予政府。有计上近今年就半年都有机会伫上北市起办，因毋过有学者就烦恼会影响社会主体资源。那今天本来可以。这个有5户人家可以住3到6年的，结果你只有1户人家可以住20年以上，那是不是把资源只上给这些少部分人去使用？那当然显然就跟这个所谓公共政策的住宅补贴政策是有违背的啦。大家关心是高房价嘛，是租黑市嘛，结果这个事情没有直球对决，结果搞了半天转弯抹角，移转焦点。面对使用权主体想法，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亚力单台讨论甲建议并不是既定政策，唔通传唔对的消息，而且社体有3个重要精神，伫上需要的时阵，留予上需要的人，要有一定的周转率甲退场机制，做上有效益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去年底真受好势，重新开放，游客是真侪哦。无想到讲，总有游客看到一只长片的细熊，受到其他细熊的攻击，规身躯拢是伤。这只细熊嘛已经不幸过往了。动物园表示讲，应该是港的细熊在拼做王的地位，才发生冲突。真侪游客拢爱来看长片细熊，看因食水果的模样是真古锥。高雄寿山动物园自去年底重新开放了后，游客是真侪。初七的时，有游客伫长片细熊展示区看到一只公的细熊互动盘攻击，规身躯伤，也赶紧通报动物园的人来处理。准备一下网子，就马上去把它那个收起来，送医疗室这样。雄性个体，他们其实在决定他们在族群内的位序的话，通常会经过一个像是打斗啊，或者是斗争的行为来排定彼此的位序。那其实常见的话，可能大概是像是轻微的抓啊或咬。受伤的长片细熊送送到医疗室的时已经死亡。寿山动物园判断讲，可能是公的细熊伫咧争领导地位才会相拍。根据了解，园区原本有15只长片细熊分做3阵在饲。发生攻击事件的群体是昨年5月伫园区出事做伙大汉的，但是因过毋捌互相攻击过。因为我们都是带小朋友出来哈，就是当然是避免说有这样类似让小朋友看到不 OK 的一个画面这样子。昨昏才发生细熊互相攻击的事件，今仔日透早也是有真侪老师带学生来参观。对前一天发生的代志，伊嘛感觉真惊吓，希望园方会当好好照顾这个动物。
动物园嘛强调，未来会密切观察这个细形，未来卖饲甲只物，避免佮发生这款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调查全台湾6大非法吸鸟仔的场所，发现为业者饲上百种的保育类真稀罕的鸟仔，甚至甲规个鸟仔收搬予爱鸟的人士来翕相，一届收500块到8000块的费用。伫过程中，嘛造成侪鸟仔受伤死亡，业者是非法赚上百万。本地是保育动物，煞变做饲来互人翕相趁钱的工具。有动物保护团体开2档的时间，加入全台无共不当翕鸟仔的群组，发现真侪私人以违法掠到的鸟仔，招揽翕相的生理。一阵子，这个在野外大批的这个鸟友过去前往拍摄，没过几天，这些鸟就会悄悄的降落在这些笼拍的场所里面。也就是这件事情呢，严重的涉及野外的这个非法盗猎跟捕捉，另外一个就是很严重的走私问题。动物团体提出几啊张伫台湾真罕见的鸟仔的相片，业者以自有场地就通随翕，也是人啊翕，一届收几啊百到几啊千块的方式招揽生理。不过问过防检局，拢无罕见鸟类所立的记录，而且这种不当翕相的场所，伫新竹、台中等等有6间以上，而且愈来愈臭扬。我们1年可以救2000多只鸟类，我们一边在救，一边在伤害。所以我们无法容忍，所以我们开始收集证据。疫区擅自输入这个禽鸟类的话，它是可以处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哦。动物团体表示，这个业者逐档拢赚要900万，但是却牺牲鸟类的健康。呼吁主管机关检调联合调查，嘛建议各大摄影学会检审作品，处罚违法的相片。记者连日台台北采访报道。中华职棒今仔新春团拜伫例行赛比赛进前，上重要比赛就是世界棒球经典赛。中职会长蔡其昌嘛是这届经典赛台湾队的领队，伊讲这届来的球团拢真团结，互相支持，所以对这届比赛是非常有信心。中华职棒因为台cường乡鹰队加入，今年新春团败为5队变做6队。中职会长蔡其昌表示，今年3个愿望，第一就是希望中职的票房继续成长。过去2年我们面对疫情，虽然挑战很多，但是整体包括联盟这2年来的业绩，我们都是成长的。我们甚至去年的明星赛，都创下了这个票房跟进场人数非常好的这个佳绩。中职伫咧4月初1开始比赛进前，上重要的就是3月世界棒球经典赛，这嘛是中职头一届主导的重大国际比赛。蔡其昌表示，后勤会全力来支援。针对部分球迷咧关心比赛的食食，伊强调饭店拢是大人明定的，不过随时会甲球员来参详，该补充就补充。除了3餐之外，这个中间餐间之间需要补充营养，需要球员可能会肚子饿的，我们都会随时准备这个餐盒或buffet的方式。经典赛30个人名单已经出来啊，球迷看法拢无同。蔡其昌表示尊重，不过嘛强调，平常时伫国外发展的选手，除了受伤的，拢转来为国家比赛啊。而且6个球团是有史以来团结甲互相支持。即马上重要的就是全力支援，互选手会当尽力来争取咱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东华附小囡仔参加今年的 IEYI 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台湾区的比赛，全部的作品拢有得奖。其中有3个小朋友因为处理时代行动无方便，所以发明爬楼梯的助行器。唔拿得大奖，佮要代表咱国家出国去比赛。因为爸爸爱爬山，佮常常讲脚酸，花莲东华附小学生特别想出将热灵球甲爬山的管仔结合做伙。不止用先爬山的装备，行到倒还佫随时应用，得到评审的学老得到金牌奖。它打开后是空心的，可以收纳必备的小物，像 OK 泵、棉花棒、药品等。外部的弹力绳和热熔胶条可以让按摩起来更舒服，效果更好。因为阿嬷爬楼梯捌爸倒断耳，当局就发明爬楼梯的助行器，方便无电梯的家庭使用。这作品获外籍评审推荐参加世界赛，这是全国唯一的特别奖。用伸缩推杆，这样一来不用让老人家还要蹲下去，二来呢也可以让他们直接在上面就顺利的操控，而且比较不容易断掉。
东华附小参加今年 IEYI 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台湾选拔赛，6件全部得奖，一金一银一铜2家族，一个特别奖。其中特别奖伫全国186个队伍当中，上出前要甲金奖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赛。我们已经在思考特别奖要怎么样去跟家长讨论，要不要申请专利，然后把这个权授给厂商，让我们设计更精良、更稳固的产品。这种同学要在今年8月出国比赛，拢爱使用英语对答，除了爱小界发明，爱阁有外语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饲狗啊，逐工拢爱带狗啊出门去洗洗哦。知影现代人真无闲，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间公司推出接送狗啊去佚佗的服务，伫固定的时间有专车来载，狗啊惯习了后会家己爬上车，家己找位置是顾自家。最大巴士门开启了，听到职员甲狗仔拍招呼的声音。Good morning, Jake. Well, good morning. 穿普适化腿狗上车了，开始向后壁行。车顶其他的狗村头出来甲伊拍招呼，伊找到家己位了就爬起哩坐。车顶的人替伊下安全带，所以车就继续驶去接后一只狗。Good morning, Amaru. 这是美国阿拉斯加一间公司所设的老狗的服务。服务时间带狗仔出门的主人，伫拿到费用了，用水力巴士替主人带这寡狗仔出去老老爽爽的。这种影片传到 IG 甲抖音了，引起真侪人的回应。真侪网友讲，看到每一只狗拢真欢喜伫等巴士上车了，佫真乖，家己找位置，看了拢真喜喜。也个影片真红，敢若是浏览的次数就超过5000万次。这间公司即马有接41只狗的老狗的服务，一天至少会带狗出去3遍，一遍差不多接12只狗。会将这款狗带去郊外行行老老的，甚至去爬山，尾啊，佫甲因一只一只送倒去引导。真侪爱狗的人追踪这间公司的影片，伫抖音有130万的粉丝 ，IG 也有超过23万的粉丝。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荷兰人爱骑脚踏车，也毋过伫都市停脚踏车嘛是一个大问题哦。伫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就用4天的时间，伫水底起一座大型的脚踏车停车场，咱做伙来看卖。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无偌久之前，伫 Twitter 顶头公布这个水下脚踏车停车场建造过程的影片。这是一项真无简单的大工程，要先把4颗位封起来，用阿摩头起好墙围。把中的水拢总抽出来，等规个停车场起好了后，才阁把所有的水重新灌入去。为2019年开始，经过4年的时间，开6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20亿，才总算完成这个水下的停车场。We hebben in Nederland gelukkig heel veel kennis en expertise als het aankomt op water. En ook het bouwen in gebieden waar je dus veel water hebt, maar zelfs onder water, maken wij mogelijk. En dan maak je dus optimaal gebruik van de ruimte die je in een klein land als Nederland hebt. 荷兰骑脚踏车的人真多，刚才伫阿姆斯特丹都有90万台脚踏车。除了这个伫中央车站的水下停车场，阁有另外一个水下停车场嘛伫要完工，总共会当提供11000个脚踏车的停车位，对解决当地停车位无够的问题，相信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甘NN编译。下晡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